天性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着这段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3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3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4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4节。就是解说甲若色身者，色身灭是四大分散。即嘛爱来解说下面，就是转言是苦，苦不可言乐。若发生即灭，即当草木化色，随当受乐。爱来解说这道理，这呢就是这位智道啊，对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意，即灭为乐，有无了解所在。尤其是伊无了解重点呢，是在即灭为乐。在前面伊就咧讲啦。讲生灭灭意，即灭为乐，毋知影倒一个心是即灭，倒一个心呢，直直享受快乐。讲假如若是色身即灭，色身受乐啊，也色身灭迄个时阵呢，四大分散啦。这个四大分散呢，全然是苦，全然是苦，就是讲完全啦是痛苦。为什么讲四大分散完全是痛苦呢？在《大智度论》第15有安尼讲，讲受此四大五种身，应有种种苦分。无有受身而不可食。不过在《大智度论》所讲的呢，乃是伫咧指讲有这个身躯就受痛苦，也有这个身躯痛苦。为什么讲四大分散，全然是苦啦？这个四大分散全然是苦。应该是在迄个四大还未分散以前的感觉才对。事实上，这个四大身躯若是分散了呢，到底苦在哪里啊？当咱一个人慢慢衰老，有一天呢，一定会死去。在要死去以前啊，咱迄个内心的感觉。有各种不同的感受，可能呢会恐怖未来到底是要住在倒一个世界。若是讲有宗教信仰、有宗教思想的人，会想起讲，我是会上天堂啦，或者是落地狱啦，从这个所在啊，就生起恐怖，生起烦恼，生起这个烦恼出来。也可能讲，若是对世俗的情分较重的人，要离开世间，就要离开自己恩爱妻子、可爱这囝儿。世间的名利地位拢做即马带袂去啦。在迄个时阵啊，就有迄个放袂下爱别离的种种的痛苦。应该这个痛苦啊，是在四大还未分散以前的心理的感受，但这个智道却是讲四大分散是全然是苦，苦呢不可言乐。当然，咱一个人在四大要分散的迄个时阵，会受到种种的痛苦。那这个种种的痛苦，哪里会当来讲就是快乐呢？所以啊，色身灭了。只有痛苦，无快乐。用这个意思来讲，即灭为乐啊，袂使你用色身这方面来说明。
这是就以制度的看法。但这个看法到底是正确的，还是无正确呢？在下面啊，略作慧能大师有真正明确的指示啊，对的纠正。下面讲若发生疾病，即当草木化色，随当受乐。即摆呢，又搁再啊，用这个发生来说明了。讲假如若是发生疾病，安尼呢就等于是草啦、插头啦、叶皮啊啦、石头。那这个草木化色呢，这啊就是代表无情的物件，就是讲无心的分别的这个物件。讲你这个发生若是疾病，就甲像迄个草木化色，就是啊无直觉咯。也若咧到底呢是随当受乐，就是讲什么人来享受到迄个快乐呢？叫做讲做随当受乐。那既然呐就参像这个草啊啦，或者是讲参像插头啦，参像这个叶皮啊啦，就是讲叶，这个话就是叶，像石头啦。那抄这个物件，结果呢，就是啊，无什么人伫遐直直享受这个快乐。享受快乐呢，伊嘛毋知好享受啦。咱无相信，咱对着迄个石头讲石头啊，到底你有快乐无？或者是讲对着一个迄个插头讲你到底有快乐无？我相信啦，伊绝对呢，毋知讲啥物叫做快乐。伊也袂晓甲你讲啥物叫做讲快乐，这是一个必然的道理。所以才讲，若是发生疾病啦，就等于是这个草木化色。也这个草木化色呢，是啥物人来受快乐呢？就无有迄个直直受快乐的人。讲有发生啊，是生灭之体。五蕴呢是生灭之用。讲搁再讲起来，这个法性啊是属于生灭的体。来搁再讲做生灭的体呢，这个体啊就是体性的意思。就是讲这个法性，这是作为世间生灭法的体性。这个法性，若是依照起信论法宗大师的注解讲起来，这个法性就是咧指真体普遍的意义。真体就就是讲世间一切诸法真实的本体啦。世间一切诸法真实的本体普遍，安尼名叫做讲做法性。为什么叫做讲法性呢？就是讲同意一切法啦，来作为一切法的体性。这呢就名叫做讲做法性啦。这个法性就是显示这个真如。那也就是骗于这个染净，无论是讲染污啦，无论是讲清净啦，拢总都是普遍。同时呢，也同意这个情无情，无论是讲有情的众生啦，或者是讲无情的世间的物件，这个法性呢，拢都是普遍伫遐。所以啦，就有真深真广阔意义伫咧。在大地道路咱咧讲啦，讲在这个众生所中呢，名叫做讲做佛性；在非众生所中呢，名叫做讲做法性。这就是佛性甲法性的差别。但是在咱有情众生呢，就改名叫做讲做佛性。在这个无情而这个事物呢，就该叫做讲做法性。
所以伫遮讲做法性啊，是属于性别之体。就是讲这个法性这个物件呢，这是世间性别法的体性啦。法性是性别之体，这是无毋对。但是这个下面的解说呢，就有所错误。下面讲五蕴啊，是性别之用。这个五蕴就是在指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这个色，凡是有形象的物质，这个拢总界名叫做色。所以这个色蕴啊，就是指物质所讲。也这个受是属于冷冽的意思。啊，这个想呢，就是气象的意思；行是牵流的意思。这个识呢，就是分别的功用。受想行识这四项啦，就是欲心所讲。就是讲这个心的作用，上起头呢，是先啊，将外面的物件给感受起来，这就是受咯。将外面的境界给感受起来了后呢，就伫迄个所在给取着、给分别，那这就是想。也你伫遐伫咧分别无休困、牵流不息，这呢就是属于行。也一起分别的本体呢，这就是识。受想行识，那是欲大乘佛法讲起来，就是配合在前五识、第六识、第七识、第八识。受这是前五识，想是第六意识，行是第七识，也最后这个识呢，就是属于第八识。那为什么它叫做蕴呢？这个蕴啊，就是这种的积聚的意思。就是讲，这五项物件积聚起来，就变成有这个生死的果患。所以呢，这名叫做五蕴。伫遮这个记得啦，讲这个五蕴啊，是属于性别之用。性别之用就是讲，这就是一种的性别的作用。因为色受想行识五蕴，那是合合啦，就生啦。色受想行识五蕴啊，是散去啦，就灭啦。所以这个五蕴呢，就是一种的性别的作用。讲一体五用啊，性别是相。讲这个一体五用，也若咧讲起来呢，这个性别啦是相。啊，讲性别是相呢？伊解讲这个性别是相的这个意思啊，咱看一遍就可以了解。讲生即将体起用啦，灭即立用归体，这就是这位智道来讲这个一体五用性别是相的意思。讲这个生啊，是将这个体来起用，意思就是讲，当这个五蕴法升起这个时阵，乃是将迄个法性的体啊，来发起迄个作用，安尼叫做生即将体起用，灭即立用归体。讲这个五蕴法，若是灭的时阵啊，乃是呢立迄个用来归于迄个体。那既然是将体来起用立用归体，也哪呢？这个性别啦，就唔是无常的物件。这个性别呢，就变成是一种的常的物件。咱即马来摕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。譬如讲，咱在金仔店的所在，来拍金鱼钩、金手指、金破链。这个金鱼钩、金手指、金破链，这个物件，这是咱该摕来拍，就变成有这个物件。拍了你若唔爱用，这个金仔甲扬扬咧，这个物件就无去啦。
将这个道理甲讲起来，金鱼到金手指金耙莲是对倒来，当然是对迄个金仔地来。有一块金仔角，呀，这块金仔角呢，你来去甲伊拍咧，变成金鱼到金手指金耙莲。安尼呢，就等于指导所讲的总体起用的意思。咱即摆这个金鱼到金手指金耙莲毋卖啦，要将咧佫甲伊拍咧，恢复变成一块金仔，就变成一块金仔角咯。这等于遮所讲的灭质利用规体。来讲起来，无论讲你是该拍做金仔地，或者做这个金仔地拍做金鱼到金手指金耙莲，或者是这个装饰品毋卖，佫再恢复迄个金的原地只是外表的这个形体变啦。事实上呢，伊这个内底的实质啦，金仔原就迄块金仔，迄块金仔呢，并袂为着讲一块金仔角，该拍做金鱼膏，迄块金仔是无去。也毋是讲即个金鱼到金手指即马该恢复到原来，即个金仔都佫生出来，并毋是安尼。所以呢，就变成讲毋是性别啦，变成讲就是常。伊即马所讲即个五蕴，这是属于性别之用；法性呢是属于性别之体。也由这个体呢来起这个用，生即总体起用，灭即利用归体，这几句话就是无毋对啦。但是呢，伊遮所讲号做性别是常呢，这句就有问题。从这个所在就可以了解讲，这位智通呢，这个智道，这位智道伊对法性真理敢若捌也敢若毋捌，所以就是混乱着一种的外道的思想。事实上，你这袂使来甲伊讲性别是常，那么既然是性别，哪里使叫做讲是常呢？性别应该就是无常。所以事实上讲起来呢，就是讲由这个真如自性虽然显现万物，在这个显现万物的这个所在。以这个真如自性呢，也不变其体，所以呢，就变成不变虽然不变。用这个不变会当虽然方面来个讲起来，法性呢毋是常。用这个虽然来个讲，虽然是不变，安尼也毋是无常。所以这个法性。应该呢是超越了常，或者是讲超越了无常，安尼才是正确的道理。所以伊这个智道来讲，一体五用，这个性别是常安尼伊这是一种的错误的讲法。当然，生即总体去用，灭即利用归体这是无毋对。伊的错误呢，更加佫是在下面。讲欲听经声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；欲不听经声，即应归即灭，当以无情之物。欲听经声，讲假如若是允许，这个听当作允许的意思。讲若是允许再生，就是讲这个。生而灭了的这个物件，若是允许搁再生，也哪呢这个有情之类呢，变成是不断不灭。就等于讲，迄个金该拍做金鱼到金手指，即马搁再将火甲扬咧，完了变成金仔地，金仔地呢，又搁再甲拍做金手指出来共款。也哪呢？就变成一种的这个不断不灭。讲若不听经声呢，即应归即灭啦，当以无情之物。讲假如你这个利用归体了，
若是无允许伊搁再生出来，安尼呢就变成永远啦，就归于这个级别。永远归于级别呢，就当以无情之物啦，就等于是一种的这个无情的物件。这就是这位智通法师的一种的智道法师的一种错误的观念。在前面所讲的有情之类不断不灭，那这呢就该当作就是常的意思。也这个永归即灭呢，就当作是灭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变成就是一种的断见，甲一种的这个常见。有情之类不断不灭，那变成一种常见。也永归即灭，当以无情之物啦，就变成一种断见。咱普通伫咧讲有情之类，那么既然是叫做讲做这个有情。也就是讲，由咱众生的妄分别所生起的物件，这个妄分别所生起的物件的这个动体实在是生生别别的。这个生生别别是用以这个妄法来讲，这个生别。真心本体呢，当然啦，这是一种的不生不灭。所以，这个有情之类伊的生，或者是讲有情之类的灭呢？就常讲，咱目睭某人，目睭甲背金来看对天的所在去，结果呢就看出啦有这个金条、银条，伫咧所在伫咧摇摇死，这就是生灭啦生。不过这个生灭啦生呢，这是一种的幻妄之物，毋是实实在在有生，也毋是实实在在有灭。所以你该讲叫做有情之物啦，是不断不灭啦，变成一种的常，这是错误的见解。尤其是讲，假如你利用规体了，那无允许搁再生起就变成讲永远的归于即灭的这个所在，就等于是无情之物。像是讲归于即灭来讲呢，也毋是无情之物。这个智道将这个法身呢，给当作就是一款呢，敢若像用这个插头共款无知觉的物件。法身只是无妄念分别，但是这个法身伊有一个灵觉的智慧，哪里变成一种无情之物呢？尤其是这个法身是虽然变现世间的千差万别之物。虽然是讲变现世间千差万别之物但是呢，伊的发生的本体也个是严然不同。那这就是咱常常伫咧讲的不变令随缘，随缘而不变的道理。那既然是不变令随缘，随缘常不变，安尼呢，袂使咧甲伊讲是断常，也袂使咧甲伊讲做是生灭，就超越了断常，超越了生灭。这呢，正就是法身的奥妙。下面讲，如是即一切诸法，被涅槃之所禁缚，尚不得生何乐之有？如是，就是讲，若参像前面所讲安尼，安怎样呢？就是讲，若不停经生应归即灭当以无情之物。也若是安尼呢？世间一切诸法就互这个涅槃所禁缚。咱讲互涅槃所禁缚呢，就是讲去互涅槃所甲禁止互涅槃所甲制服。也就是讲去互这个涅槃甲压制掉咧。那既然去互这个涅槃甲压制掉咧尚不得生。尚且呢，袂当好生啦。要搁再生，尚且都袂当生，何乐之有哪里有啥物款的快乐呢？这个所在，
所讲的啊，咱爱了解其中伊的意思是啥物？就是讲这个业用归体了，那是不停竞性，应归即灭。就是等于啊无证之物。那等于这个无证之物，当然也无有涅槃之乐可以享受咯。也袂当好感受到这涅槃之乐。而且呢，既然是不停竞性，安尼世间一切法呢，就受到这个涅槃的阻碍。也受到这涅槃的阻碍呢，就世间一切诸法啦，袂搁再升起啦。那既然无有世间法之升起，连这个世间法都无，哪里有快乐呢？那搁再讲较接近的，就是讲，既然是因归即灭了啊，就等于插头，也无一个人伫直直享受快乐。也你业用归体了，袂当搁再升起，安尼呢，就也无有一个人。出世在世间，也你无这个人出世在这个世间，哪里有啥物人伫直享受快乐呢？这是这位智道啊，伊的一种的错误见解。对这款的错误见解，六祖慧能大师呢，在下面啊，对伊有真正详细说明。注意先听讲，咱今节目时间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大经，即晚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